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墨玉。今天呢，来拍《就是爱流利》的 MV。这首歌其实原本是一个人的独唱，但是因为我真的非常的希望可以跟师兄中佑合作，所以就拜托了我们的制作人老师，可不可以帮我把它写成一首合唱的歌曲？它是一个比较复古感觉的歌，我们在造型上面呢，然后场景上面也做了非常多的心思。那导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情境来做比较复古的表现。那这次非常的感谢师兄愿意跨刀来跟我一起合唱，那我们在录音室里面也玩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敬请期待 MV 首播《就是爱》。